北京同河北暴雨成災，其中喺北京死亡人數增加到37人，190萬人受災。北京61年嚟最大暴雨之後，京港澳高速近1公里長嘅路段被淹沒，當局出動多個消防員同安排抽水機，以每小時1萬立方米嘅速度抽走積水。喺受災最嚴重嘅房山區，降雨量達到460毫米，係近500年一遇。部分地區積水未退，水面漂浮動物屍體。北京市市長郭金龍強調，首要安置受災群眾，並要加強防疫。同樣受暴雨侵襲嘅河北保定淶水縣仍然有近萬人被洪水圍困，其中著名景點野山坡由於通訊中斷，增加救援難度。北京由上個星期六受暴雨持續侵襲近16小時，估計經濟損失近100億元人民幣。暴雨造成幾十人死亡，主要都係溺斃，其中3個人係地區政府人員。內地有媒體批評暴雨突顯內地城市建設只顧表面，規劃唔合理。環球時報嘅社評話北京排水設施差，市民防災意識薄弱，明知大雨仍然揸車出街。政府同埋民眾都必須要將現代化嘅方向朝住安全嘅方向扭轉。無線電視記者葉正婷報道。